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34章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着谴责以色列的领导者，对因传达我的信息。你着甲因讲，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以色列的牧者，恁惨啊！恁单单顾家己，牧者兼毋是着照顾羊群。恁食羊奶，穿羊毛的衫，杀上肥的羊来食，毋过无要照顾羊群。衰懒的，恁无甲因顾护养；破病的，恁无甲伊医治；受伤的，恁无甲因包扎；失迷的，恁无甲因带倒来；失落的，恁无去找；恁颠倒用强暴、残酷管辖因。因为无牧者，羊群就四散；羊四散，就互野兽吞食。我羊群伫大山、小山、马路流浪，四散伫全地，无人照顾，无人去找。所以，牧者，恁着听我上主对恁讲的话。我至悬的上主举家己的活命立誓：我羊群因为无牧者，煞成做猎物，互野兽吞食。我牧者无去找我的羊，因单单顾家己，无照顾我的羊群。所以，恁遮的牧者着听我上主的话。我至悬的上主要甲恁遮的牧者作对，我要对恁收回我的羊群，不准恁搁做因的牧者，嘛无要互恁甲家己饲甲肥肥肥。我要救我的羊脱离恁的喙，不准恁食因的肉。所以，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亲身去找我的羊，甲因找倒来。牧者伫羊群四散的时，要安怎去找伊的羊？我嘛要安尼找我的羊。因伫乌天暗地的日子，四散去逐所在，我要对遐甲因救倒来。我要对万族中甲因带出来，对列国召集因，带因转来乡土。我要伫以色列众山的溪水边，好徛起的所在牧养因。我要伫好的草埔牧养因。以色列的关山要做因的牧场，因要倒伫青翠的牧场。伫以色列山巒肥水的草埔食草。我要亲身做我羊群的牧者，互因有安息的所在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。失落的，我要去找；失迷的，我要甲因带倒来；受伤的，我要甲因包扎；破病的，我要甲因医治。毋过遐个肥搁勇的，我要甲因除灭。我要照公道牧养因。讲到我的羊群，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审判逐只羊，伫绵羊港甲山羊港的中间主持公道。恁才会伫青翠的草埔食甲肥肥的，想讲这是理所当然是无？恁竟然用骹吞踏食剩的草，恁啉清的水，竟然用骹甲啉剩的水拉糊落。减讲我其他的羊，单单会当食恁吞踏过的草，啉恁拉落的水。所以，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亲身伫恁遮个肥甲瘦的羊中间主持公道，因为恁用腹肚边甲经
甲头契衰咱的，用角甲因赶散去别位。所以，我要解救我的羊群，互因无搁诚做纳物。我要伫羊甲羊的中间主持公道。我要设立一个牧者，就是我的仆人大卫，来甲因治理，甲因牧养。我上主要做因的上帝，我的仆人大卫要做因的君王。我上主安尼宣布。我要甲因立平安的约，消灭因国内凶恶的野兽，因就通伫旷野安然徛起，伫树林内休困。我要祝福互因，嘛祝福互我的山四周围的地区。我要照时落雨，福气要亲像雨水降临。田野的树木要结果子，土地要出土产。我的子民要伫家己的土地安居乐业。我讲断因爸的胆，对压迫因的手，甲因偷放的时，因就知我是上主。因无搁做列国的纳物，互野兽吞食。因要安然徛起，无搁有惊吓。我要甲因建立一个农场，互因物产丰富。因袂搁因为饥荒受害，列国袂搁甲因踢笑。因拢要知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甲因同在，因是我的子民，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。恁是我的羊，我草场的羊，恁是我的子民，我是恁的上帝，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。